呢件作品係以天然紫羅蘭翡翠雕琢而成嘅，咁佢嘅顏色呢，高雅紫，亦都好紫啊！呢、個紫氣東來，紫色係代表高貴㗎嚇，咁啊而且個顏色亦都相當優雅。咁佢外圍呢，再加上呢個18K 黃金精緻嘅鑲嵌，咁啊即係佩戴方面既穩陣啦，又增添咗呢個尊貴嘅氣息。無事牌佢嗰個設計簡約大方啊，咁啊寓意住平安無事。咁佩戴喺身呢，就即係話呢，時時都提醒自己呢，心境要安寧啦，福運常伴咁樣嘅。一個紫羅蘭嘅翡翠本身就代表高雅同埋智慧，配合呢個18K 金鑲嵌就顯得呢個典雅不凡啦。我哋睇睇佢嘅尺寸啦，整體嘅尺寸係43.8，闊度呢就係13.1嘅，厚度係5.2啊。呢個整個嘅尺寸，其實紫羅蘭翡翠呢，無論係收藏同埋或者送禮都係一個誠意同埋祝福啦。18K 鑲嵌更加之高貴、穩固同埋精緻嘅，咁啊無事牌就寓意平安無事，送禮一流啊嚇！咁啊呢一個編號呢，就係119號嘅，佢嘅價錢呢，就係4280蚊嘅，一個相當靚嘅一個紫羅蘭無事牌。